路加福音灵修默想，路加福音第2章第1节到20节，耶稣的出世。路加福音第2章1节到20节。迄时，罗马皇帝乌古斯都颁布命令，叫全国的人民拢登记户口。这个头一遍的户口普查是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实施的。众人拢返去家己的故乡登记户口。约瑟嘛对加利利的拿撒勒去犹太的伯利恒，就是大卫出世的城，因为伊属大卫的家，是大卫的世系。约瑟甲伊的未婚妻玛利亚做伙去登记。迄时，玛利亚已经怀孕，因伫遐的时，玛利亚生产的时到，就生头上囝，伊用布甲伊包，互伊困伫槽里，因为客馆无所在通互因住。迄地区有一寡雇养的人伫野外，每时轮流伫顾因的羊群。主的一个天使对因出现，主的阳光四面甲因照，因就非常惊吓。天使甲因讲：毋免惊，我甲恁报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。今仔日伫大卫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出世，就是主基督。恁会看到一个婴仔用布包地，倒伫槽里，这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一大阵天军甲迄个天使做伙上赞上帝，讲：愿阳光归伫至高的上帝，愿伊赐和平予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这个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，雇养的拢讲：咱来去伯利恒，看主报咱知这个所发生的代志。因就赶紧去，找到玛利亚甲约瑟，以及倒伫槽里的婴仔。因看了，就将天使对因讲这个婴仔的代志报人知。听到雇养的所讲这个话的人，拢感觉真奇怪。不过玛利亚将这个代志拢藏伫心内，不时地想。雇养的转去，因为所听见、所看到一切的代志，拢甲天使对因讲的完全同款，就将阳光称赞归乎上帝。默想，罗马帝国的户口登记，予约瑟带有身孕的玛利亚赶3天的路倒转伯利恒，也予耶稣的出世应验旧约弥迦书第5章第2节所讲，以色列中掌权的要出世伫伯利恒的预言。但是玛利亚却敢若是伫约瑟的陪伴中，伫恬静黑暗的马槽里，甲耶稣生出来。直到牧者来报消息、甲祝福。头一摆圣诞节，也是耶稣降生的迄日，敢若3位博士甲牧者知影，佮庆祝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。甲有智慧甲地位的3博士比起来，辛苦走见的牧者，因为单纯的相信，就接受天使所报的大欢喜的好消息，赶紧入城去找耶稣，献上祝福。看到以后，也去甲天使所讲关系婴儿耶稣的代志报互人知，也为所听所看的代志懊恼上帝。伫这个暗暝，牧者因为信，互高举得到大大的祝福，
体验新热，嘛积极传扬福音。那咱咧，若是有即款的机会，伫行兄了后，咱是会越头离开，也是甲牧者共款，接受、体验，佮保养即个好消息。咱三甲来祈祷，救主基督，感谢你出世伫世间，也伫信伊的每一人心中。愿你亲自伫即个苦难较济过平安的世界，赐阮平安，帮助阮，互上帝欢喜，互软弱的得到坚强，病痛的得到医治，帮助阮学是迄款单纯相信的牧者，见证伊的同在，也帮助阮甲平安的消息保养互人知。愿一切荣耀归乎赐众人平安的至高上帝，直到永远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